开啊，我顶无啥好，顶丁是外口嘅個大派叫丁，厝內面嘅黑色叫灰。哦，灰。真係白嘢。原來是。我白白是迄個玻璃角嘅協會嘅。伊有講是華文嘅，都其中一個是講台灣話。OK。我有興趣嘛？我講呀，無論你來參加我節目，我嘅節目你講我咪幾個故事講我聽啊，對。香港係幾個字啊？所以你當見到啲香港啊？香港人啊係。香港啊。香港人，哎呀，香港人。係啊，哎呀，冇講。然之後我哋朋友佢做到教灣西嘅，但不記得乜乜啊？得一個。是你。誒？我哋朋友呢個索當嗰啲啊，你這邊喲，索當都好。未試過個話掉個。個話就個冇可能見過啦，嗬。真未去過。真未去過，哎喲，你點知教員？你這個問題問啊，真係你啊！你成日嚟罵啊，啲叫人會教你，其實教你。哎，本來是你自己知道好啦，每個人嘅你都計到自己，都是唔做俾你啊。哇！有。安尼咯，等人先咯。你個冇人嗌過咩？個冇人嗌過當然。激死咯，都問你啦。你要問韓啦，問韓嗌咧就。我就問佢哋，我諗嗱啲你起來就你電台啦嗬，你哋都係內裝嘅能力，始終就是教員咧係打波，另外始終就是機嘅。咩做嘅咧？唔知啊？我冇唔知。係咩事啊？我唔知。就是我唔知咱係 law of attraction 啊，唔是教員咧係做時機嘅。我唔知咩事。誒，就是咱用 Google Chrome。特別咱有阿蹦。我用 Google Chrome 啊。Google Chrome 係做 gloss 嘅頂面嘅迄個 URL 嘅 bar 咧，即係冚嘢。อันจะไม่ให้ควรเลยview full screen 啊 I mean permanently 冚嘢先just temporarily ว่าไม่ให้ show เลย use เลยมี view full screen เนี่ยแต่ว่าไม่ view full screen ว่ะไม่想 because of the control size because of full screen 你睇ความเป็นกี่อัน咯Customize touch bar. Oh no, that's touch bar. Touch bar 是 Casablanca 我被คุยกันจ้ะ Casablanca 哎呀哎呀啦 live start แล้วไหมอ่ะบ่อย OK จังเก็บ拍子你不唔是我入面嘅我被叫我 mic OK 到底是你冇當然唔是用到底是咪嚇啊，不過特別打你麥，佢一聲個清楚哦，是哦，是唔是？哎呦，Damian 咯，咩事？你怪以為你頂面嘅物件啦，你名叫頂面嘛？你怪以為講 Google Chrome 頂面嘅物件？對啦 ，Google Chrome 頂面嘅，你怪啦。誒，冇估硬咗當然。係啦，林本奶啊。no，能暗林本奶。OK， alright， OK， 然後差唔多要 start 啦嚇，當時講看冊，我肯定 OK， 大家過嚟跳。You 60%better man crash motherfucker。OK，alright，哪有這個就能看冊？英國中看冊。咱能看冊？咱講話啦，講話，咱點樣？就我有讀冊，有笑都有讀冊，講有就有你，你講下就有。喂，話啲是叫看冊嘛？喂，話啲是講你看冊勁嘅，特別講你看冊勁嘅咪是會使。你就係平時冊、垃圾冊冇唔要緊。嚇，對，垃圾冊唔要緊。你講到垃圾冊，我嗰時候都知行面嘅，梗係正面咁俾講。OK， 等陣。我調我 test 確先 active Skype with me 我調為 active Skype with me see which one active Skype with me this one meet
is the window เป็นยังฮอกเกียน August okay split guess แม่นยัง split guess split with guess สิโอเคมีกาม Skype on โอเคงามโอเคเราไปสัตว์แล้วเรากำลังคุยวิดีโอเราจะคุยวิดีโอ我開 video 咩？哇ลองคุย 我 วิ 開 ดี 電 โอ 話咩？冇我開電話。冇叫人開那佢條線，那佢條線我條。รู้อ่ะ真正真成交啊真正歡喜哎呀，歡喜咯！佢條即係青豬人食晒。เกาจียงไงเกาจียง夠獎喎等陣我等陣我嗰隻 one last 夠獎係咩意思？夠獎เกาจียงเยอะแน่哦，我你聽無清楚，我點講夠獎？我哋唔知佢講夠獎咗，做夠獎嗰啲叫。เดี๋ยว夠獎。講我就我講講啦，咁夠獎嘅係。我福建話講了條塔嘅 ，that's why 我特別嚟這邊 practice 啊。啱我做 crochet。佢識個夠獎學緊話夠獎，呢個夠獎夠獎。夠獎時間幾耐？夠刷。有你獎嘅夠。เกาอ่ะ你平時你是有做嚟俾，還是你自己做爽呢？我做爽呢。哦，我想你是做，I mean for living 都做嚟俾。Oh, because 講各位會聲嘅人啊，咁了講借物件了，你俾物件互伊人了，咁了人嗰啲 downsize 啊，了我咪 special 嘅物件 like gifts or like blouse 啊 sweaters 啊嗰啲物件咯。哦。若是講你夠獎嘅攤類啊，你未擺啦。未擺嗬，咪你邊年勤考啊？邊年就冇兩成獎咩？你教會生咗。哇！感謝啦 ，Happy Family， 感謝啦。OK， 好啦，咱看到我頭一點哦，即是我即Broadway microphone 就對我頭一點正。我這邊調。是我係 Happy， 我夾我頭，早起我個洗頭冇人嚇夾到我頭。喂，人講，超別㗎。你夾หันคุยแคมเมรา嗰人佢 camera 哈，台灣香港人。唔係，我冇聽，我聽有話呢。不要緊，你咪看你拎咯，你咪你就請，你包到對你拎嘅底啊，你冇啊？好啦，OK，等住。我想講你唔是拎天啊，係咪？什麼講？唔係啦，我等住。我已經 start recording 咗咯，我冇你個仔掉。我冇 start recording 啊，我驚。冇，我 start 啦，未話 recording。而家 start 咧嚇。人真我唔知。Hello， 住。producer มา做กลาง producer 是 producer。โอเค嚇。คุยไมโครโฟนเงียบยาว我冇個念嘢嚟揾安你，來你把你個接。ทำให้做กลาง我愛個包天天要。OK email 爸爸OK 當叫人看到 YouTube 嘅人看到啦，即係你講就應該有啦，佢嗱傾講啊 OK 好勢我老誒，係咪老？哇！我想得而家就清楚嘛就。你話為你當你麥看，你搏你麥，搏你麥即係咁。我先快啲我薄啦，快啲我兩邊放喺冇度咩？冇咪聽到搏嘅聲，你 try 下。如果我揾咗頭啊，我揾做完。你話你 make sure 你佢哋 Google Meet 誒會。哇！你 setting 我未見哦，對，明白，我見到先，我以為哇，家姐講話特別開你 camera 啦，喲，你看人哋你爆毛啊，你開啊，你個冇開，
我唔知我看未到我自己我。你砸掉你物件，你 camera 砸掉你 something 砸掉你 camera。哦，OK， 我看到了，我查咗樣。冇喎，我係 camera 開掉嘅喎。冇，你 something cover 到你 camera。哦，你 privacy 啊，你物件。原來是安呢。嚟香港人開 ，OK。哇！見到真只隻人，好喜咯 ，OK， 嚟，我自己冇開咧。是唔是買？我是唔是買佢？佢啊，嗰人係佢啊，啊，你一個你冇講嘅本有都，我是唔是過嚟開？我是唔是半嚟開咯？我是唔是半愛佢？我個嘅是啦，四百九嚟啊！四百個嚟啊！當今呢，即係就是林星東啊，你會使拍壞，你會小英拍壞哦，有。啊，咁OK 啦，OK 啦，真正搞。你好特別，我未看到。我真見下隻成個練呢嗬，成個 MCO 頭一節呢嗬咯，一隻人。伊人個在 IMCO 啦，我看。買啦，買啦，買。OK，不要緊。OK 啦，OK 我 start 啦嚇。OK 兩天太正，我介紹啦，接嚟哎呦，等陣未記開把 music 嘅 app。等陣，我是只 professional 嚟玩，但半點鐘嘅你，半點38分鐘。Sorry 哈，我就個記者，早起就愛困未車，我係諗 clock 一下困到對。哦，本來。都98啦，係先。Testing 1 2 3 testing 1 OK。My test。OK， 489，你叻啦，其實都冇吞出到對面 Brady Branch 打嚟去。別，我可能 in privatize 叫咩咧 ？Spotlight 咯，可能嚇。變 OK。Alright。哎呦，啦，變咧係咧已經 stuck 啦，特啲 YouTube 人都睇 bonus 12分鐘啊。OK， 睇。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龍都來收聽，變咧福建嘅節目，真正歡喜啊！歡迎龍來參加。我睇第一個，別人真歡喜有人來參加，變咧福建嘅節目。我這個禮拜呢，我就借新嘅特別嘉賓喎，所以我特別介紹就係讓看見即係貴勁棒摩帶啊！哎呦，等我係變成嗰時特啲。人哋變對面點解我係摩帶呢？我係摩帶，但我爽我係變啫，我爽我去正等。哎呦，死人就爽下 ，sorry， 我 professional 呀，這裡。OK， 耍掉。我係看到啊，我係看到489啊。Hello。แล้ว即係ลอง看到กันแล้ว正天講佢做乜佢就嚟人嚟，真嘅。個線個嘅就嚟啦，哦個嘅就嚟人嚟，哇冇大啦，特別攞開內班啊！當住會睇扎基班，就會睇 Apple 班啦，我我 Apple 班。誒，他聽咗睇 Apple 班只線嘅 Apple 班，然後梗係你播當 Steam 嘅咋 Apple 班。白你睇佢講換咧。調本。但係佢講話啦，是講你已經過去一半，佢就去等只杜蘭。OK，嚟介紹係特別嘉賓。即係特別嘉賓，即係禮拜咧就一哦，我看一個講起啦嚇。到底頂面嘅一個就是。我同晒你講 refer to 等處先。嚇？我你計冇上嘅嗎？係啦，唔緊要，我講啊。豆嘅，歡迎豆嘅。Hello。豆嘅，我是我 producer，特別冇咩做工最近。講咯，我淨係外國報天天呀。你外國係咪你外國包菜啊？
包天天。OK，แล้วต่อ嘅。冤枉啊！แล้ว講你不來過，你識嘅鬼性啊，แล้วก็有過去攞嘅，就是想緊跳直接衝，跳直接衝過去啊！我跌到係你我跌到。Hello， 大家好。啊，แล้วก็我跌到落嚟一啲，就是啊，後雕阿龍係你，後雕阿龍。大家好。啊，แล้วก็過去都直接衝過去都超餅阿龍嘅，就是即係都超餅啊，真超餅，我唔知嗰時諗誇張咗啊，就是backup 嘅 producer 489係你。大家好，489です。489個佢哋笑應啊，แล้วก็有跳過去邊老椒應該掉係你。Hello， 大家好。แล้ว老椒一啲是卡車線。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卡車線過去跳過去邊就是青蛙到另一啲嘅อาหาร。無情沙煲，馬仔。我沒看到，剛才看到你頭鋪掉呢。我是隻頭。看到你頭鋪，你 camera 壓 hello 啦麼？咩？因為我用 iPad 嘅數，我冇物件，冇物件貴。伊無靠山，我真係慘。喂 ，iPad 人靈龜就要咯，人面沙石，人靈龜就人靈龜。有就好。我一拎嘅咧，就清掉一拎上去。你上邊是老人啊，老玻璃、菜玻璃啊咧，佢哋拖啊個頭整嘅死 iPad 啦。แล้วก็個即係老椒半鹹甜，可能半鹹甜。Hello。啊。好。哇！那半鹹甜，那水啊，叫你個青沙丘，呢個開一坑啊。個冇人知咯。冇啦，乜啊有。啊，真係個冇人知啊，實際去只攞物件。伊冇人知，或者就是自己做了，北嚟做了，水遁行。水遁啊！แล้วก็等陣當你會介紹到無，但係無講啲咧，當你乜集，按照我開個 view，按照我 try 看，即係話個 view 會看個人change layout， 伊可以較快哦，別啊，即係得快喎。但係一頭係12人。哎呀，較快個，我看較快，個這人個先，แล้วก็等陣我邊個塔就對你卡車線呢邊嚟。แล้ว頂面個轉眼話，我瞧你啲就是叫啊叫無效應叫就一彎。OK， 來個介紹，頂面夠獎，哎呀夠獎。我來 John， 我來。你是獎。古靈智。古靈智。我叫有見阿坤。哦 ，OK。OK。見阿坤，唔是阿岑lak沙，見阿岑lak沙，歡迎阿岑lak沙，頭一擺來啊！呀，咁樣然後啊，哦 ，OK， 我俾這spotlight 呢隻邊呢？阿岑lak沙頭一擺來，邊嚟學見啊？我咪咧，我特擺頭一擺來誒，見邊我就俾梅，同埋烘梅隻咯。烘梅你頭一擺聽到邊嚟學見是幾時？我agak si Kuni, I think. 啊，講講你聽。無人講我聽，我啱啱好喺 YouTube 吹物件，我愛吹唐人戲。我拍咧唐人嘅 Mandarin 嘅拼音，然後亂咗拍，然後我看到佢福建嘅物件，我問佢。哦，哇，好聊咯，搞。อันนี้เขาหอยบอกชินชัยว่าแล้วสกัด YouTube ตัวจะอยากกินจ้าแล้วก็ช่วยจะซีนในที่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หนึ่งก็จะตัวสิ講รู้ตัวที่當今ตัวที่ตัวโล我當今過 Canada 哦你กับพ่อจำปี相會喎我ตัว Waterloo 我咪ตัว Waterloo 就哇佢哋個真情要啊是我ตัว West End 我ตัว Kitchener Waterloo border Kitchener 咪是嘅咧 Yeah 哦實多啊 because 我會住啲迄個 Kitchener กับ Waterloo
邊border แล้วอุทานซี election ว่าสิ vote for Kitchener อุทานซี election ว่าสิ vote for Waterloo ควายหลังอันชัว boundary ล่ะ頭一刀對掉佢哋無人ต่อจะเป็นไง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โตรอนโตอย่าว่าโบราณกว่า practice ไว้ Hokkien ว่าแล้วว่าชอบเบลเฮลกองขี่รู้ใจอ่ะ當然時候你阿講論阿波嘅你阿波嘅你啦，你是參加2個月10個月啦，你嚟參加落音啊，阿波嘅你學嘅話就係出嘅成日流晒時，撲出來㗎啦。我知我肯 call 了 because 我係 husband 我講啦，嗱是講你幫嘅事啊，你冇幫到你細漢講嘅話，你就是別記了，แล้ว我當時幫啊個了啊。是講阿莫話，แล้ว我對厝嘅事啊，我未曉講啊，แล้ว人上講我裝咯就係แล้ว我講了你話，人佢上講我 maybe 我是 retarded 還是 something 啊，你看到就係，แล้ว我咪就歹勢咯。唔要緊，邊度叫人教你博攝教。我都未曉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นก็ว่าไม่รู้ตอนที่เป็นรู้ตัวเป็นไงสิล่ะรู้ตัวที่ตัดกะว่าตัวไอตัมที่เลยจงเล้งในตู้บินว่าตัวกัมปงบารูกัมปงบารูล่ะใช่ว่าสิกะตะเต้ากำลังกงว่าตัวตู้จงเล้งตู้บินจงเล้งทั้งหมดมันสิว่ามันจะจงตู้หาซิงมาจงเล้งหาซิงมา所以我知到啲得隻格我知啦，แล้ว你嚟 bus stand 那邊哎呀我講條 bus stand 看你明白ว่า佢講 bus stand 嚟個數，แล้ว後邊我發成數過แล้วก็ช่องดี啊唔是唔是伊通地人定到我本來水冇人沖地話誒，聽到 OK 來報告不แล้ว OK so แล้วso OK 咱講啦OK 個白嚟嘅話邊會白嚟先招人來得很邊白嚟先招誒怎麼走去誒不林你咩在裡面 Hello 我是索東係你索東頭一擺嚟參加邊啲學緊少對頭一擺裝逼過來太興奮嘅興奮嗱你看十六三或者你對佢你學嗰個時啊你去邊物件時哇睇到你真好真興奮咯佢人講都講呀誒喂有叫我等人話佢了是食嘅物件呢แล้วก็ตั้งแต่สตองแล้วว่าไปรู้สิ頭一擺聽到邊啲學緊幾時幾年整嘅咯講介紹聽頭雕咯頭雕介紹聽แล้วรู้ต่อตองกิมต่อจิกะ啲檳榔เป็นไงอ่ะไอต่ำไอต่ำแล้วมาสิใจสำลักซะต่อตลอด咯เราไอต่ำ200กิจด้วยกัน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ไอต่ำ冇講自己死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นั้นต่อไปหมวย細漢嘅時本大病啊接落嚟大三隻位接落嚟大病嘅嗰個沙沙只派對處理邊嘅羅面啊，就特別咧。係咪數俾？實講啊，講下人仔你處到咯。Zurich。哦。呢是김少輝咯。김少輝哦。OK， 感謝作當，你一當見我嗰個出住什麼就先招哈。管嚟。叫咩名咩 ？Hello， 你識嘅話，叫你係名咩？阿管。阿情管阿管啊。阿管。
阿滾什麼意思？滾。我會寫。哦，特別會花名咧，講成啊，但係我叫索當啊，叫咪咕啊，叫後雕啊，叫佢哋什麼咧？花名。嚇。其實叫伊古尼哦。古尼爹啊。古尼。都好多想，我好多想法性，好多想法性。好多機會想啊 ！after 咱講話拍曲啫，嚇，你就是想唔到你就變古尼爹啊。แล้ว你誒，我問你當今得咯？我當今啲檳城哦，我住啲18站。18站地擊。我老講話。18站什麼意思？18站是？日落檔。我出名。apartment 嚇，在人叫18站呢。OK。แล้ว你18站你到第幾站？10我管穩咯。แล้ว我所以อันจะ隨便邊啲學嘅呢？有早教校長啲上位做講嘅時介紹我咯。哦，迄代啊！伊當然甲所當羅人白白做學嘅 YouTuber 你都唔知啊？你唔知啊？哦，係一個哦。攞嚟普吉邊啫咧。哦。YouTube channel 叫做普吉邊咯。啊，介紹者。係普吉邊咯。我就介紹者普吉邊。肯定會放梅朗姐啊！肯定。OK， 所以人看得，你 YouTube 隨時隨PUKIBINZ 啊。三個 Z。哇！一個 Z 冇夠，嗰度三個 Z 啊！Puki 殺到 Puki 邊Z啊 ！OK， 明白啊，知啊。OK， แล้วก็ตั้งแต่ก็จะตั้งแต่ก็อาจจะช่วยเป็นได้ฮักกันแล้วดูก็สตูต่อเป็นนั่นก็ล่ะแล้วมาสิจะว่าเสียงอุ้ยไอ้ตามอ่ะฮะนั่นมี我ต่อจีรตองจีรตอง是得咯，而家我想下，你知我 geography 就差，จีรตอง是得咯 ，KUSM 咯，哦，我係買錯啊。搭巴士。哦，OK， 到啦，搭巴士，到啦，我咪算唔知到啦。Para Road 都係喎。Para Road 嚇。Para Road。冇咩見未見？林華義。啊，林華義我知。林華義，對。哦，林華義嘅會 OK。我係然後我成日你阿什垃圾講你啦，林華義你就我知咩事呢？我就是嗰隻你伊頓嘅會交杯。啊！講起來就知啊。養過地個麼？嗬，你一頓已經。喲，我是嗰隻會交杯，我是嗰隻紅菇。喲，我搭過節我冇摸過嘅。然後。第一個一隻新椒個，一隻新椒個就是咱嘅香港人嚟呀，香港人到啲香港嘅，咩名？花名咩名？花名八九。嚇？八九？嚟一百九十啊？PM。190。190。應該190 cm。我咪真隻管，190 cm 咪真隻管。是啊，我未怪你出頂特別做較滾，但冇你騎起來浪就出頂。出頂嘛，190 cm 啊！哇！是啊。哇！我買後我你未使減89啊，你特別194啊！我叫你194。89是109嘛？咩？嚇？89係咩？109嘛？咩？190啦，190是109，嗰時109，啊！所以你個人個人學你類型學你89是學你190，唔是學你109，你唔少錯慮咗。誒特別誒，即係有基本嘅，即係其實嚇，
有的人，我細個時候知道，我們成日 confuse 叫89是到底是109是89是190。當人聽到哈博士先生個人講校調啊，唔是博士先生校調個人講89是190啊，特別咱新嘅特別嘅邊咧唔止是190，係是194啊！誒，190是真貴咗咋喲？190是。呢隻貴，我都佢揸人嘅呢隻貴嘅。How many feet? Inches is 6.2 or 6.3. 哦，哇，玩哦 6.07 feet 是 almost 6.7啊！真係滾哦！7啊，啲都得滾啊，準。actually 我俾叫路卡。路卡是你話路卡是人，路卡你有聽過啊？路卡板，路卡板，路卡就是玩嘅人叫路卡咯。啊，你咪聽過啊？假關是假路卡。哦，路卡。我知。路卡台灣人唔講嘅，哦，台灣人唔講路卡，唔講嘅。我唔是89路卡板。194嘅路卡，是啊，路卡就掉啊，就俾佢叫路卡啊，89路卡，或者隻名咯，特別我未見每淡啊，只聽我名咩名喎？啊，古尼地喂話名。我笑我啦，古尼地啊 ，OK 啦。OK，牙殼頭咯，呢是牙殼頭咧。啊，我叫牙殼頭。呢是牙殼頭啦，各位牙殼頭嚟。係啦，牙殼頭咩嘢？你個時間古尼地啊，牙殼頭。點睇？唔猜啊！誒，未使青菜咯，只叫就是掉咯。誒，咱冇古尼地咩？我記得有一條古尼地啊。啊，成日有啊！特別咱冇牙殼頭，咱冇牙殼頭，牙殼頭啦。牙殼頭我個用嘅記，我看到呢邊我就會知。牙殼頭，你知啦，古記邊就記啊我。我細漢嗰時有一個老師叫我鄧布龍嘅。哦，鄧布龍。阿龍喺福建話使叫鄧布龍嘛？鄧布龍，你係司機上話那時啊，鄧布龍。好，鄧布龍。華那話來啦。是啊，แล้วโอเค我介紹個了未啊？嗰個 Q 就啫。啊 ，Q 是成個是古靈精。古靈精嗰日未使開面有見得困。有關係咩？唔知。我了無對 logic 咋。我咪是了無對，等我把辦我面到啲 Q 嘅對面，等我到啲 YouTube。แล้วOK，嚟拍嗰一禮拜啦，咪講斜，我咪講跨斜啦。我試哦，哈，古靈精歡迎老趙到啲澳洲。Melbourne 福建話有名嚇，苗邊。依格古精 Sister City 都就係苗邊格古精。唔啱咯，苗邊。有名都係亂做講嘅。邊啲學嘅你嘅，聽到就是掉了咩？邊啲學嘅有聽到就是掉誒。啊，聽到都有混了。然後即禮拜咧，啊，我咪講就是講看冊咯。咁我哋講了看冊時啦，我哋想到這話題時候，我有甲阿龍講過，講買冊嘛，阿龍講買冊，特別我哋想講買冊，但我哋想講看冊加讀冊之內字無相嘅意思。讀冊呢是 study 啦。看冊是 reading 啊，所以成日 read 成日你讀是成日看冊是看爽，然後讀冊是要讀到要學到物件讀誒，嗰時讀冊對唔對啦？我哋講話我本哦，冇半日你看，就是我聽到你講看冊，我後面屬於冇講讀冊。哦哈，看冊是成個看小影嘅，我看小影，我未學讀字嘅人，我看冊嘅，我未學讀字嘅人。所以我看小影呀，成個拍播咗看小影呀。特別我那是叫讀音呢是讀冊。
哦，所以人家讲你看報紙，你唔是讀報紙，看報紙。看報紙。看報紙，我是拉薩條，你看如我俾咱係講話咯，我是拉薩條看冊嗬，是看報紙看冊是，你無想講你調啲要去學物件，然後你去讀伊，你去讀伊啦。所以成個人講 study 嘅時候，你 study 你咪 study 成日你去研究，但冇俾 study 卡學物件啦。因為你成日看書呢，成日看故事冊啊，看報紙啊，然後 OK 啦，OK 啦，你咪半日看半時 OK 啦。唔是我半對路啦，我對路啦，對路啦。特別變咧，人是 authority 你咪變咧學勁講事嘅，講事嘅。對，冇人 claim 啊，冇人 claim。我father 嗰陣我讀冊時啊，我聽人講看冊，我嘛講看冊咯。特別我 father 講唔是，你看冊是 leisure， 你讀冊是你愛 retain。對。我講你看冊啊，你實在是你看爽嘅就你，because 我想講我講看冊，我媽都無亂我了嘛。然後嘛講你講我看冊咯，特別我 father 講你看冊是看爽嘅。你讀冊是讀了 like retaining， 對啦，去學堂咧是讀冊嘅，唔是看冊。去學堂，所以讀冊人是 educated 嘅人是讀冊人嘛，唔是看冊人嘛。伊無看過冊，伊無看過冊，就是講伊平常時無 reading 嘅，伊無看過冊，特別伊無讀過冊就無想講話咯。伊無讀過冊是伊無去過學堂。誒阿學點啊？你邊就去個洞就冇你 friend。Because 我買啲邊咯。你邊有拖你買嚟咧個洞嘅？誒你話當 split screen 啊，未看到路嚇。你那是到邊啊 split screen 我看未到。誒好本 OK， 所以當今咱講看冊，我學阿龍實去咯。阿龍你跟看冊人跟買冊跟看冊，所以咪每路看。看冊個冊啦，咪講看冊啦，講緊係冊啦。對路是安怎看嘅物件？平常時我是suka買冊，但係無代表我買了冊100%看得了嘅。我只suka買冊，但係唔是講100%看得了。哇！這冊唔係，這冊唔係。我是交款咯。我suka 比冊比賽，我只 suka 冊上嚟拍嘅。我若是講啲平時我啲韓國咧，因為韓國有真濟冊點本咧，伊有一間真正大間嘅。我總是若是平常時加 stress 無歡喜嘅時咧，我就去冊點咧。去一間冊點，我公司附近嘅，我去一間冊點，我就即去，我比到冊比賽，我人就真歡喜嘅。去一間伊冊比，係咧樣嘅冊佢真水。我就係幫人冊，佢 hand 落 hand 幫啫，然後邊咧係 second hand 嚟？先，隔兩先嚟冊啦。我可能話我嘅冊，你家好比抓字，我會直接是解咯。抓字家好比鬼冊。我同你講啦，我嘅冊咧，我是隔兩按包嘅。對，意思。哇 ，mean condition 嚟啊！我係講是 mean condition 嘅，我係隔咗貴度，隔咗係半隻按包嘅。韓國嘛，真係貴，你邊間咩更加去你冊㗎？我冇夾隔了咯，我隔日有我自由嘅冊。我隔日有我自由嘅冊，我冇夾隔了嘅咧。我所以我邊間股錢啊，這本冊包掉水喺啲肚裏邊個嘅。所以我有陣時，因為我嚟個韓國咧，有陣時我讀呢冊啊，我賣出去咯，世界係賣到半幾，係啦，讀到對淡薄累。我賣出去點聲咧，我寫填 form 嘅點聲，我本講我冊嗰是 mean condition 嘅。因為我成日我嚟 receive 份字嘅裏面少少有當時咯，唔是講隔了有當時。所以俾我冊人就好明顯，我冊嗰水水先先嘅。你做咩事會暑假就冊呢？你是細漢時期哦。我白講過一句話，真有意思嘅，真有道理我感覺。因為我細漢陣時啊，本時生囡仔咯，無咩愛讀冊，後來無咩愛看冊，後來伊去買老夫子互我看咗。後來我爸度解亂咗就講去買迄個冊互囡仔看做咩？後來我白就講一句話真有道理嘅，伊講你愛互囡仔暑假看冊先，伊家會曉讀冊；你愛互伊看蝦米冊，就是伊愛看蝦米冊，你就俾蝦米冊互伊看。伊特別暑假冊先，伊無暑假冊咧吼，伊是永遠無可能會曉讀冊。
明有道理，真正有道理。你都冇興趣啊？什麼赤對你都冇咩阿啥，係變咗你冇。對啊，你直看就赤，你都杜人呢？你唔對，就是冇先頭赤嘛。誒，我就暑假看赤本，你真係特別其實係我嘅問題上面，我暑假赤本，特別我冇暑假看赤，冇暑假讀赤，唔是你話本段啊，冇本啊淡薄，特別。我是因為我嗱啥啦，我冇老官教我講啦，我嗱啥我有淡薄 either 是 dyslexic 咧，還是ADD 嗰度，所以我看出來是啊，我目睭我被成日講直睇呢，一直走去別位咋，所以我讀冊嘅時候，我學讀冊嘅時候，我特別用 highlighter 加特別用笑。係掉一字一抓，我讀一抓落一抓咧，日一見咧，因為我特別真正focus 加真正 concentrate 咯，我嘅 focus concentrate 學緊話講，我特別用心，係就咩專心，我真係專心，直講嘅啊，點卡車線嗬，我睇下先，啊不，可能是路卡。是哇，是卡車線，แล้ว我看一粒字呢，我特別其他，所以我係拉薩淡薄逼切咯，但係變咗我冇爽去到就變咗看車啊。อันนั้นเป็นดูจะใจเบียดมันเลยนะขวาไรขวาเหว่าบัดจิ้วดีๆ走去成啊一未講 focus 就一個位嚇咯，แล้ว我特別讀冊啊，我特別看冊，我特別一刀嘅咋，我特別讀成一個 line， 我特別讀就一刀嘅。有啲物件，若是講我較會 focus 嘅物件咧，就是有當時想講我，若是講我有，就講我要找一項 topic 啦 subject 啦，我要找看安怎做咩物件，我去讀安可能是我都較會對。就講我俾載 some information 咧嚇，我去讀嘅時我都較會對。但是講我冇，我是想講平常時間咧，今日看錢可能我咪就直拍走去別位咋。阿 John 都不用我把鏡去讀冊冇。我把鏡。我把鏡，嚇我把鏡，有色嘅較好，有色嘅較好是藍嘅色嘅先，嚇藍嘅色。當金小會當金小會，當藍嘅會。冇啊！我本條平人有 dyslexia 嘅，然後有 dyslexia，特別一稱即係有色嘅物件啦。我想藍嘅色嘅是青色，我唔知。伊冇有啲會曉讀冊了。哦，伊寫本咧。我捌看過 ，because 我捌真濟迄個 professional 啊。แล้ว佢講，伊路特別去 test，แล้ว伊人家會看，特別啲普通嘅事。Lamana tampuk chen violet isik lamana sikap fish color. Oh, research. 你是成日講老咧，人本係是囡仔嚟嘅。唔是，是攞白蕉。哦，所以白蕉咧唔是哦。但係抓數，那是攞特快抓是白色嘅咧，攞特別用一個 color。那是我用 iPad 還是 iPhone 看我係換我 screen color 去黑冰咁咧。你個位碌換佢白色咯。哦，即係是有影啦。我 try。囡仔去學堂未讀冊啊，แล้ว有人就是把用囡仔了加學起來咯。哦，我俾佢 try 啊，你看。แล้วก็อุดแล้วเป็นจูอันนี้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จูบีทักแชร์กี่ตัวแล้วลองปะหลังจุๆ本是當講看จุๆ被แชร์性被แชร์ว่าสมมติ阿龍講被แชร์幾本แชร์嘛ก็จุๆ兩個哇บุกหอเด้อนี่เราบุกว่าสิตัดเลยไปที่ library ตัวว่าสิเลย library ถังเลย哎呦ว่าเพิ่นเสียงว่า冇去 borrow แล้วว่าที่อดตั้งไงสิว่าตัด到是 librarian because ลูก librarian ลูกใส่บอร์ดลูกใส่จดหันแล้วว่าสิโบเบ้ว่ากันแล้วสิ library ว่าสิแล้วว่าลุยต้องสิคี library
你是 library 學嘢，話你睇到只字，你暑假係咪見看冊？你我咪啦，阿個看冊，你是暑假，你只看，還是跟那買冊？無 library 人是看冊嘅人，我只是看冊嘅人。到尾咪你啦，即阿三六三，你看冊，你阿個成個講，你看冊speed 啦，安怎講啊？學嘅嘛 ，speed 是速度，他咩多？速度，你看冊嘅速度是落快咧，你成個看一本冊啊，較快就快了，真快。哦，關事啊，你目睭掃飄飄飄。就是我當今就是我過期冇啊。แล้วว่าบักจิวก็ว่าเขาขับบูเสียงแล้วแต่ส่วนว่าเป็นควา YouTube because ว่าตรงที่ว่าบักจิวขังข้อความอีกอ๋อโอเคทำไมสุรุปเดี๋ยว chemotherapy เหรอจ๊ะอย่าว่าเดี๋ยวลิมโฟมารู้ใจรู้เดี๋ยวลูกคีโมไอ้สิอีหลังก็ลูกคีโมฟอกมาแต่ที่ถ้าเล็กคีโมฟอกก็ว่าสิ long term แต่so แล้ว because of ว่ากังว่ากำกับว่าเบว่าหลงซิมเบเขาว่าที่โจกัง咯เราที่講ว่าจะบุทันเจ้าว่าตัวเองโจกังอ่ะแต่สิว่ากังกับว่าเมนคิดโจกังว่า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มาสิกักเมนโจกัง咯你รู้ราซารู้สังกัดก็รู้เบหอเก่ารู้จะ8%นะคนน่ะเดี๋ยว because ว่าคือมีแค่รู้น่ะสิโจชัวแค่ขังข้อOK， 你使甲我講，你頂到做工啥物？我是 financial advisor。OK， 你嘛計講89變109元係呐？係你有解？我諗做 advisor 嘅人就袂使用啊，話你特別真正用正對 ，because 你那時候話你做 lawsuit 嘅，所以我諗袂使，講咧本就講出來，講咧本就 because 你有陣時人啊，伊人啊講啊，我聽到，你別解 argue 啫。I mean recommendation 你是講啦，特別你 present 嘅時就愛用 black and white，我特都是咁樣做啦。OK， 明白。แล้ว你ราซาเดียว成個有你 miss 你成個看冊然後呢，還是你 leisurely 你 still 冇看過，哦未冇啊？我買你係咪 tablet 啦，係咪 laser 你即做工時本 laser surgery 本做攞到了。呢個呀，即係呢 Kindle 有幫助。呀，本是買 because 我目睭看冊也食力。你做咗條感覺點做？你目睭真係只穿只酸還是安怎？還是做你腦只大一？像個你講翻咯，你自然咧跳來，แล้ว你目睭正坎坷，แล้ว目睭正大。只 effort 你幫到你啊，啥掉你幫只。แล้ว我聽 audiobook 嗰當邊，就是當แล้ว audiobook 看正濟了，就是 podcast。because 我是落來啊，是看冊人嚟嘅，所以我看冊啊，真正坎坷。即係你話實在成個講聽，成個人聽聲啦，聽 audiobook 啊，是 podcast 上面，係你而家邊家成個看冊，伊未是完全像啦，特別伊有差唔多像嘅，係一種嘅感覺。無像你看冊啊，你熟㗎，若是你熟㗎一個 passage 啊，你會使看一刀。你未成個 replay。呀，對，無像，真無像呀。แล้วลูกค้าแทนน่ะสิลูกขวาแล้วอ่ะลูกเฮเลก็สัวเฮเลพลอตอ่ะบ่เสียงอ่ะลูกใส่เฮียนลูกเฮียนนี่สิลูกปุ่นซองลูกจ้ะyeah so ลูกจะเบทันควาแทอ่ะว่ากำกับเนี่ยจริงจังขังเขาลูกดอกกูอ่ะลูกดอกกูแล้วนะคันเบควาแทว่าจีคงสีกับตองกิม咯哇！10年。呀，是空時間當見咯。我 try 真正濟物件，laptop 係咪搞了本換 ，because Mac 嘅
กันเนี่ย你換 fonts 嘛所以動我是用 fonts 呀特別係 help 啦你換你 font 就係 help 喎未本我用嘅 fonts 呀大嚟咯我剛嘅時你我 employer 本後我頭嘅時我一會希望是就 start 了就 I think 我是有數了特別你有可能隨便接我是蝦米大隻蝦米理由個蝦米數咗我是看病嘛是看病特別隨便接咯然後你公司公司我係 monitor 是27寸嘅27寸放大咯because 我規隻是看 research paper 啦 spreadsheet 嘛 number 你空安尼要咩咩真正坎坷明白แล้วทำไมไม่รู้ว่ามีอาหารทำไมไม่รู้จังมีแก你講看所以別記啊老毛啊話嚇掉你有看到你當今隻來講嘅時候你學嘅話成個出個順咧已經咁你頭整啊咁同埋你隻來時個當今你隻講個數時就成個老細啊啪出來個了啊個清嘢啊冇掉塌了了我講那是我有陣時是家己出啲安尼款 practice 家己講話啦 because 我做就是我等陣你唔是唔要講緊話啦別㗎伊唔知教因30幾年了別本別伊是 dyslexia 我翁是 dyslexia that's why 我知你明白我其實我個暑假讀冊啦我個暑假看冊啦你我會記我有當時那時我逼我家己看冊時我會記幾本冊我讀嘅啦我會記我讀嘅冊嗬到底我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嗬到底我是看冊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我會記下伊嘅我係讀冊 experience 到底吉隆坡我坐火車嗬出到底吉隆坡是 Silence of the Lambs Jurassic Park 佢日本我讀了時嗬我到底火車喺 Apple 吉隆坡坐去對去即係北海嘛 Butterworth 然後你在一火車嘛拿來然後我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拿來我變咗拿來驚去了所以貴咧迄個經驗㗎了我是成日暑假迄個經驗講唔是伊個唔是成個講你看到成個你看戲是 visually 你會記掉你 memory 的伊個 visual memory 是無 physical 的你almost 成個 experience 呢成個你捌見只到底較朋友經驗過了咋是唔是 so 我是愛看冊嘅人特別我是話我未去看你我真正穿嚟看啊所以我當尾 try 去貼話咧我你請我目鏡有識嘅目鏡看會曉就你看冊甲聽係你係咪電冊我哋無相嘅如果是用無相類腦嘅無相嘅 sensory 對你看冊 is more active 類腦有engage 嘅冊 because it is physical 嘛แล้ว你 mental 你想一直講了係咪係你冊แล้ว你現來現去你家己寫 create 你 control pace 伊就快你 create 家己世界咋對嚇你小嘢真無啥你成日你成日看冊了你會記嘅物件嚇甲你看戲甲你聽聽 actually 對我來講較晏咯佢看戲就無想看戲是真正 visual and maybe 我是真 visual 嘅人啊我會記伊人講啊個啦Pookie Beans 啊Yes 我看到人叫攞 Pookie Beans 我看到不打對邊咧學件事我做咗 cafe Pookie Beans OK 來個就是人跟看冊跟讀冊邊跟買冊我但係我冇學類嘅400㗎等陣一人等這裡聲我哋都我係除一啲就係冊，我買咧是講到買是愛讀，咁我 end up 冇讀。Tapi lu suka lah.
真係 habit 我就係即係你是暑假赤，較濟貴你暑假看赤，對唔對？如果咩事呢個時候 OK，I will set aside 一個 time 俾人睇。嗰陣時，嗰陣時，你突然咧是就擺出來，擺水水，但係我唔會懂嘅。小水啊！你害怕死啊！誒，你俾咪赤位仔？係咪唔記得？係咪赤你俾？參啦，OK，because 有時you know, I was compared with like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s 啦，比如 Kill a Mockingbird 啦，The Hemingway แล้วTruman Capote，然後我在咩時咧 suppose 講未睇咩事，我冇睇，แล้ว有時biography 我冇睇。แล้วthe other was why what I quite interested was the topic which is pre-war Malaysia, you know, Japan, Second World War, Japanese occupation, that kind of that era. 你第啲係解咗你這本係鄧端英啊？係啊，我啦，英是英國中嘅好朋友嚟。啊！你這邊咧學嘅你聽講，你聽講個不，咱台北嗰邊你成日帶名係咩啊？講幾嘅事？我啲 chat 嘅伊吞啊，我啲 chat 嘅伊吞啊。係啦，chat 嘅舉嚟呵，鄧端英，舉嚟啦！世界，我人係國寶，國寶嚟嚇，我都過伊嘅，我都過伊正人嘅。是啊，依家出嘢咯。我是講泡泡影。Hello，my pie。你暑假 pre-war 嘅冊啊 ，Running Man 啲今日冊嘛好看。段英去聽女人就係冇。你幾天嚟啦？係啦，幾天嚟啦？呢個係講試冊，你試冊個部成嘅經驗啊喎。幾天嚟啊？我聽你講話。呢本是拍住咗隻 chat 喎。嚇！而家揾個人白白拍住咗隻。你想看啦，是講你會寫冊人，你冇可能冇讀冊啫啫。你冇看咗隻冊人，你特別看咗隻冊人，你梗係寫冊。你等叫我寫冊，我寫嚟成㗎。看 white screen hello。有得咪 say hello？ No， 真 no。We want to say hello to you in person。你講 no one shy 啊？你講 no one shy？唔 shy 啦，那幾人呢？我講得十幾人呢。伊家往 network 咧，把到往你告訴一個嘢嚟寫個咯喎。好哇！你咪知，你咪做我那邊 character 呀？哦，伊寫幾個數？一個小個就一小就變見小。見小，免見小啦，都唔知幾好看頭三頭看。我冇見小嘅，我講過啦，係啦，聽到啦，赤糖，講做埋啊，做講呢個做埋啊，赤糖你都免頭三頭看，你去嚟玩看裏面嘅咩？講個你寫冊經驗係安怎？你安怎看？你就成日講 inspire 你啊！你就細漢，你看咧隻冊啊，定到細漢嘅時候，你是啱學梅啊，肯定一定會 go through 這個中國人講。我俾每塊咧，即係即係赤糖，近磅啊！赤糖有那個 medium 喎，那個赤糖咁每塊，你是看就有看到蝦米赤啦，還是安怎方向會有興趣去寫下一點聲誒迄個 period 嘅赤 ？Yes， 我無清楚係講，無清山，我只會知看安怎，你知唔知我 mother-in-law 啊？我唔知得段英嘅即赤糖嘅時候，我 mother-in-law 就甲我講，我當然睇咗一本冊上面係咪？甲我講，幾日你甲我講，你是貴啊？嗬，唔知一兩年嘅時候，我剛聽到這邊邊啲學人講起時，佢成日哦，原來我即100嘅即 order 誒，所以但是講到嚟比較，我從你嘅對外 mother-in-law 一條識嘅。你有什麼咪再講安怎有蝦米物件 spark 伊嘅 interest 去寫下你條聲 ？Because 我知。我係講你聽啦，依個話是羅蘭是 inspired by Somerset Maugham 咩啦？
哦，人讀而家這Somerset Mall咪冇寫係咪事？影響掉了咯。哦。It might when you a bit like that. Then แล้วก็คนนึงสิ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งตัวหันในสุบุ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เป็นเจ้าลูกว่าใจว่าใส่一般是 for a short time 去中領嘛，去中領。哦 ，OK， 去中領嘅boy 來嘛。哦，一就是那當然擺有這裡有你厲害，有你想玩呢，有你是成個斷影子，成個斷影下尺，有你是想玩呢，擺落公司話。你想啊？我哋切啊，特別成日看到攞埋 spectrum 嘛，仲零下四 spectrum 只快嘛，有你是下尺個彈只隻話你喎，有你是擺落公司話，然後呢？對，時間啦，人條命呢嘛，做只人歡喜，讀冊人歡喜，然後你冇讀冊人冇歡喜咯，我做你冇讀冊人歡喜啦，咁時啊，各位就就是睇人不再見到。哎呦，有個我啊 ，OK， 講到啲讀冊，我會在住淡仔啊，我哋都講啊嘛，489。我古早細漢時暑假睇 encyclopedia 加動物。我冇有哈。有加動物嘅關係。我動物關係赤嘅了。我分享。哎快！哎，做咩暑假動物啊？你是暑假成個邊啊當嘅物件噶啦？笑。真係暑假。哦。哈咪物件邊啊當你個特別嘅暑假喲？上加抓也是也是善堂。死人邊，我 ban 做阿 John， 你唔使啊，得罪掉489啊，即係日程單係惡劣啊。而家你個波你哋拍了。你啊，那是叫自己叫我叫善堂來啊，我好你個你個皮康老會啊。嚟啊！我同你講，我細個的包我就 strong 嘅。我同你講，我去小，我去辣大時啊，我活路個十倍路啊，未進出我同你講。叫男仔做 area。是。Then 我把自看到，這489入邊就諗未進入去嘅。這是一個新嘅聽眾就嚟變叫做嚇，來講489講你齊講什麼齊到你啦，唔問講善堂。然後是去你是暑假看即個那 reptile 物件，加善堂那物件，然後你變做暑假齊去啦，是這樣子。then 有時我較暑假是睇伊個 non-fiction 嘅冊哦，如果我本想。如果我睇伊個故事冊啊，我是袂unless 伊是上加幾故事，then 我有對哦。所以我是有買對。我嚟了True Singapore Ghost Story。แล้วรู้ตองกิมก็สกัดความไม่แฉะ當今較少了，較濟是即係幾個數 ，OK， 幾個數即係伊個日本嘅漫畫咯，較濟。福建話叫能家。冇啦。แล้วรู้ถัดแฉสิรู้บทจังก็บ่บุญเตล่าถัดแฉจังก็บ่สังก็สังว่านะคันควาแฉบุญเต那是講故事冊我都有哦，上加有時有讀，then 有時無明白和伊個 story 和故事發生，按照講 happen 啊，發生咩事？發生咩事？你講咩？發生咩事？簡單啲。Berarti walang promote kali ya, wah. Sigang正是 promote 邊嚟學勁一隻。上個月嗰時
看星哈咪数啊 ，then 我都 backtrack都对他 repeat 啊，都对他看哈咪。我當時咩咧？我成個 Harry Potter 嘅時候，我直接冰佢讀嘅一道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冇是有個了，特別我讀博士。磨盤啊 ，Harry Potter 叫，我叫。磨盤哦。我未記咩磨盤，定等啦，我就聽人叫磨盤嘅嘛。冇啦，新加坡嘅學嘅話是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安尼講我較 suka 他encyclopedia， 我無安尼 suka 他個書冊哦。我本上我係成個 information 咯，因為你成個 info 咪叫你我感覺到我腦是啥，依卡 bite size 啊，依卡成個紅菇一地呢，唔是比較正規一大地呢。伊是地，成個我家隻較細地，變正規個大地啊。特別當今無隻菇無隻，我係咪乜捱啊？了，特別sorry，你講。特別當今我哋若是講故事咧，我是suka 他人嘅故事 real life story 咯，成個 biography 呢。拍過paddling around the peninsula 無？意思講是白嘅。我係 biography， 我是睇佢冇明星，我冇見過，我只係睇佢明星嘅。哦，意思咩咧？celebrity 八卦雜誌。八卦雜誌。所以意思講一個查某，伊是人結大人 from 人教會，伊是甲伊個朋友。讀 bicycle 是踏卡車round whole peninsula 什麼難種啊？什麼難種？伊 round 是什麼難種？是幾個點車？那是我冇錯。是幾日啊？哇！我刪了。你好，我想到，我大家車是佢什麼難種？我自己不想會知啊，我想。你看到，伊停無食會 ，then explore， then 伊度接受邊啲？伊會 continue 讀travel， 過幾個什麼難種馬來西亞？什麼難種人叫？我叫咩？賓都，但我唔知得叫。我唔知點叫，我是叫佢做賓都啦，我唔知點叫，我冇聽過人講嘅。賓都哦，賓都，賓島啊，賓都。灣字咩？我是咁叫啦，我唔知別人咁叫。特別好，特別你睇有你字，成個那個有你叫大嘛是叫大，你叫大嘛是叫大，上隻字。對，冇上所在又冇上音啊。賓都กับ半島。半島啊，半島啊！伊講嘅有想講上這本冊嘅故事。哦，係咪啊？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你講係咪咧？這本冊就意思，伊是英國人寫嘅。伊講有一個 uncle， 伊古早做工廠，有一個查某就 cancer 為死嘅，所以伊寫批互伊，甲伊講了，伊看到迄個屁股後，伊直頭驚去找迄個查某咗。特別咧，伊是住佇，我記是住佇北方嘅，後來查某住佇南方嘅英國，所以伊是佇北方會驚咯，驚到去南方會去找伊，所以伊想都無想，伊就使驚咗，所以伊就無停落來咯。伊去到倒落位，伊就大倒落位，後來大啲天這邊隔了，伊就去把就無上人咯，所以伊一條路直驚到尾。伊幾個經驗啦，伊幾個經驗。伊經驗嚟，伊就是講，冇，我意思，伊是驚咯，伊是驚咯，一個哥。即你是唔是叫 stalking 咩？特別基本上都有意思咯 ，Rachel Joyce 寫嘅，我介紹解。伊若是無好看就是 stalking 咯，好看就是我諗伊咯。做每路人哦，路人佢真係咁比賽哦。
我暑假咯，我同我講啦，我暑假比車比數嘅。我個當基本時，我喺韓國去車店去開人嘅時啦。但我成咯，我嘛就我去車店，我冇去看車，我去比車。我會記，我未諗看車店啊。馬來西亞得一位車店攏常常有去嘅。Popular Popular One Popular One U 就是去曼谷。干嘛老丁？干嘛老丁？我會記。丹麥我是當干嘛老丁？哦，丹麥我知丹麥。唔是布奧迪骨一定咩？丹麥是布奧迪骨誒，同定住我個去嘅，我去。你講嘅一件是俾迄個活動車哦。活動車哈。嗰一間 dentist 嗰是 clinic 嘅邊啊，攞對。係你 Rafi 啊，並啦，是咧。定到嚟記我 computer knowledge 是當係你定到一件 computer 店叫做 pineapple 大家並。pineapple 咁樣曬咧，嘛做一件。我是啊，定到真正炒我係你大是 pineapple， 我個 online 唔是 online。伊嘅擺是唔是上嗰啲 apple 嚟食嘅，特別是 pineapple 嚟，是唔是？我未記喎，我冇咩。嗰啲蘋果，嗰啲 apple 啊，伊唔是白色嘅蘋果嚟嘛？伊是 rainbow colour 嘅蘋果嘅嘛？我唔記啊 ，I don't think so 啦。是。唔知啦，啲咁樣曬啦。Politik gue aja Asyik brown shell. Enggak Politik gue aja kayaknya. Ada guaว่าเจสิ19ถอยอยู่ตีนเลยว่าสิtapi anyway หาเป็นตันมากว่าทรีกินบารุกะขี่กันแล้ว唔知㗎 within 過年นะฮะเนาะว่า把ขี่ตันมาก佢㗎ทรีกิน過年整個ทรีกิน因為過年是最老人成日快樂啦，老人最近就是過年證啊嘛，你冇我講定到嘅時就是30幾年證啊，冇我最近話我阿咪時間你話你個去過就個有過，我教位朋友啊，應該未到嘅，應該伊未學登車，應該未到嘅。伊邊學登嘅 textbook 啫，我咪去講特登你話去邊邊 textbook 嘅嘛？嚇，伊邊到嘅，等嘅翻咪估緊是伊係邊邊？嚇，咁是伊考嘅嘛？lu有時我去 speech day 是講到攤 prize 佢愛去邊邊嘛？speech day 啊，對，夾包車時候，夾包車那是邊邊？誒，我個時候都聽物件咧，紅險。我想到攞嚟記得讀冊店先嘅時候，有一節是叫做買冊節 book fair。Yes， 書展啊，書展啊，冊店，冊店。成日講咱展覽會是叫做展覽會嘛，我馬特擺講嘅展覽會，然後Vicky 冊展覽會咪叫冊店咯。車店，啷是，我會記我自家一本車，我特唔是一本啊，我一張嘅車我就自家就是迄個好多菜迄個米菇，米雞，米菇，米菇，成日去買咧 sell the cow 那樣米菇，buy cow。白菇啊，白菇，菜米魚啊，白菇啊是白菇，是叫做白菇啦，鼻菇，嚇，你去鼻菇都知哦，怪慘，你鼻菇發噴，雲南話就好聽嘅嘛，菜鼻菇嚇。哦，白古里呀，得個特技，咱無人講得個特技啊，咱無人，阿明講攏係你混淆字嚟咩？啊，得個技啊，得個技是學電話嚟，得個技是學電話嚟，得個技，我啊，菜鼻菇是，菜鼻菇是，嚇我世界一切細本嚟咯，就一個扮演唔知個筆啊，一細本咧嚇，一特一邊講下錄聽一鼻菇，然之後咧都編過來，就是answer 就啲啊會，我係記哦。
啊，啲人講小小人咧，啊，我唔食小人。特別好，我個未讀對人字嘅喎，我有垃圾啦。我講聽我係 dyslexia 還是我係 ADD 我唔知。我讀冊是較艱苦讀嘅是對人字，過阿摩字，還是 letter 嘅有成個有 letter alphabet 嘅字啦，較硬讀過看對人字接是了。還沒數啊，然後這邊數我係攀 B7 啦，我 Mandarin 就是in one 嘅數，我讀嘅嗬。因為我去睇到一字呢字嘅形，我就看伊個接落來嘅字就成得十哈，我真 confuse 我睇噶，我險被搬去換燈嘅，而家我講不過我未睇燈啦。點解這人 secondary school 咪是冇睇燈啦？係啦，好嘅就我冇換，我險去變成 free school 啊，死死啊！做咩事？有 free school 人，有小係咩抓死咩 ？Sorry 啊，變 free school 人。阿 John， 我唔知啲 survive。阿 John 變 survive 咩？因為佢嘅打波。佢打波是幾真啊？佢邊講咪就係 cool 嘅。佢哋數波嘅成績表實John。哦，成績表實有本啊。會咧，依我都冇上到 location 嚟噶咯。你係八，我係八㗎。係 Queen 啊！我係八㗎，我係馬。我是講我到底合併唔就係 survival 呀？去入邊。呢八屆協會嘛嚇？對啊，八屆協會嘛對人車。我就協會嘛，所以我把你八嘛。哦嚇，你八咩？你知啊？我把你八，我一嚟制你八，但我冇八二啦，夠八路過我個八二。哦，因為我是協會小 O 嘅。哦，對，協會，而家協會就我是雜波嘅了呢。係咩？要嘅對呢咯，雜波嘅了。誒，能正冇協會嘅咩？協會雜波冇咩？你阿爹你攞嚟布吉邊唔知？哦 ，OK。布吉邊係咩燈？冰花。電話。哦，咁樣上。我這裡是冰嘟，這是中嘟。哦，這冰花這中花啊！攞啦，你咪食斷花咯。攞你咪食斷花咯。咁樣半個影，哇！食布吉邊，攞你食斷花係聲。咁樣計成啲花啊！我俾講咩下？嗰隻行講拍斜，嗰係俾斜咧柴皮菇啊！แล้วก็有一行嚇，唔是嗰隻行，嗰一位我去買斜，就我會記得我腦裏面咧就是即刻鬧啦，鬧人講鬧個數嚇。跟住扮身就啦，掉就啦，話講咩？呢個屁股佢隻餅，呢個酷個。嗰時有好料啊嘛，我講我頂直到對面咧先知啊，而家舊年我對面咧我估則唔整一年我見講一邊我在對面咧，我等佢俾落本冊，真奇怪，我見俾 Sejarah。Sejarah 嘅冊，Sejarah textbook 啊，放4個放5嗰隻嚇，因為咱係其實啦，咱人個雲南嘅 Sejarah 嘅冊啊，寫得真好嘅就，一時幾篇是故事嚟咯，一時 novel 嚟，novel 啊，一時 novel 嚟，其實咱係 novel 寫得真好嘅就。我俾聽啊，即係博金啲就乜咪講就啦，曬講咩？就曬我講你 uncle 以前好料嘅，錄每一下咪。有係咪 plotline 啊？講我屬嘅一本冊，要隨一本愛上嘅款嘅啊嚇，伊會隨落嚟嘅。伊係你唔知做歸納清楚嘅。哦。伊他故事表緊咗，伊本來是一冊安尼亂，伊佢會記一冊係都錄嘢咗。伊佢會記到一。伊會記講係一本字你都一格伊會記嘅咗。伊當叫攞勁點樣就擺卡，講乜出頂嘅咧？伊冊。哈咪物件是 Sejarah。History。你唔是邊咧？你睇冇等下都唔知實際係咩嘅。伊係嗰個冇寫喎。我讀冰華啊！你唔知啦。我讀落去嘅啦。然後你雲南我有樣是白，我雲南是個了是Bahasa Melayu嘅。我哋做 advisor 咩？你面寫雲南冊啊？面寫雲南冊啊？我是1964年生，老姐。叫什麼名嘛？
，Luxy 你少年所以我是真老啊，我古早是，佢8時5年嘅咯，你5年啊？喂8年，Luxy 你真少年啊嘛？我是比老啊，就大這邊。這個做赤點咧，冇啊做抌料，我係有時候就會抌料嘛。呢度吊住班你啊！我抌料，我抌料就有件嘅咋。真係，原來都是 because 我未讀完那冊咯，就。這叫咩？叫咩事？這叫未讀就難冊。只叫被偷混啦，我就可以讀斜嘅，我兩。我like 你係咪古早係咪 MCE 哦？你 Form 5啊？我 SPM， 我 MCE 啊，你猜 subject 就是混啊。แล้วกับไอ้ father 講啊，我當年啊，我 average 啊是 pull down by 你混啊，我別。你是讀當斜，你是讀當斜啦，你是。嚇！啊，你是病毒嘅啦，啊，病毒嘅。病毒咧。哦。毒花。冇，驗嘅關係會點變啦？病毒。誒呀！病。哦，你咪多10倍呢？10倍咩？啊 ！Because 我冇做工啦，當時嘛，我頭毛半面呢啊，我看下流浪，我冇出 ，because 冇人看到我啦。做工佢名佢拗到一隻人掛掉啦。佢拗到一隻人掛掉啦。誒，佢節嚟幫冇上去啊，等頭毛啊！我做工嘅時候，我阿講我啦，伊講我做工時候，我係係咩啊 ？demeanor 是安尼講啊？嚇？demeanor 哦，款啊，我係款啊！伊特特到甲朋友講，伊教因上嚟噃。做工嚟噃？嚟噃啊！後住你是伊 fall in love 嘅迄個人家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naive，you know， 安尼款嘅啦。แล้ว第二你就是你 Dragon Lady， 你做工嘅啦。靈寶。啊，你學東嘅人 argue 嘅，debate 你啦，แล้ว第三就是他們就買插嘅。哇，你啥？你啱就學起哦。你誒，頭晚講咩？講一半講那個 distracted 啊，潮 rasta 切點啊 ，rasta 嘅啊，本身。潮 rasta 我俾赤是去，我開始是去明白啊 ，Form 6時啊，我讀 English literature 時啊，我更加未讀齊人佢讀 English literature 話，然後特別學較好佢讀把你 subject 啊 ，at least 我個 interest 得冇，然後我去你唔是鄧蘭字嘛？然後我是去找啦三杯赤咯，是往嘅 English lit 嘅赤噶啦，佢入邊俾班語嘛。你有迄個古赤嘅 B 本啊，古赤 B。對。你今日去找啦三嘅古赤 B。誒，就咯，你知唔知我 Form 6嘅時候，我去俾找啦三杯赤時啊，我朋友嘅舊話講你真係找啦三杯赤就冇被 point 了。你個人真唔知？哎呀，我唔知喎，我 Form 6先個知啊。哎呦！馬來西亞มันไอ้ที่เบี้ยปอน馬來西亞ปอนจุดจะไปช่วยนะปอนจุดจะไปช่วยนะไอ้เด้อลูกไอ้สิมาเนี่ย30 คอเย่เลยเย่บลูฟิล์มสิ30 คอ喂ฟิล์ม係แชร์喎วิดีโอเตะล่ะวิดีโอเตะฮ่าวิดีโอเตะสิ30 คอลูกขวากระป๋าแล้วลูกเห็นอีกก็เห็นลูกลุยแล้วก็เห็นว่าไป10 คอ唔是我愛啊買我哋都是學你知我係款式按照款啊，伊個本較濟是我無興趣看下你款嘅本嘅啦，你知啦。你講係你是都無能經，你係啲寫我嘛是有你條看，我呢是條了啊，睇啊，我去學等嘅事啊。
我去學堂嘅時候，我有一個朋友，伊個爹做工啲馬達啊，是馬達是 vice squad 嚟，所以伊人 rate 嗱，下面嘅店個了，搶個了，伊人會幫，了伊個爹啊，頭家對起厝，了頭邊啲伊人嘅伊個爸母嘅房間，特別個爸母出時，我係朋友頭接伊個爸母嘅房間了。take 一本兩本啦，是 Playboy 啦、Mayfair 啦，是啥物？了夾去學堂，了我就去辦事看到，咁了伊咧一天咁了一2-3千啲後邊啲笑啲看啲笑，所以我嚟看講笑啊咪，然後講了你看啦，然後我看了哎呀我看了我梗係無 excited 嘅啦，哎呀呢你咧咪咁樣笑，看緊咧流刷，哎呀梗係 boring 嘅，我看見到我就行走了。那是我愛嘅呢，哎呦，我是做經理你人到底出把去找啦三百個盤哇佢最讀嘅 SPM 嘅人，佢最讀嘅 SPM 嘅，哇！我冇俾佢盤，你俾下面，我俾錢我冇盤，人怪見啊，人俾盤你俾sejarah。sejarah Malaysia。一個所以嘅是含盤，你唔是照盤。伊盤是含嘅盤啊，伊唔是見照嘅盤啊。伊邊邊是含盤，唔是照盤。minggu ah, mother ah baru ka start. 聽啊。看咩？看盤啊？太強咋！完啦！你看咩？看邊咧？即係 podcast 啊，即係邊？哈。你有陣時就係講咩？即係咩事？人講你自己臭話。你就我教你話，我一隻人未話。我就啲招咯，都冇睇點拜啊，夠核咯。我唔算招，我點呀夠核咯。那冇點播咯，能。唔是，就是我睇解食嘅啫。因為福建話嚇，一隻人嚟講嘅人啊，是。OK， 頭一條你都冇咩有機會講福建話，頭一條啦。你第二條嚇，你咪成日講參加小家就是講臭話、講笑嘅人嚇，更加少機會就。แล้วเป็นเขาเกิดตัวตินเนี่ย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ก็ตัวแต่สั่งจีควันกันแล้วสิไปจินดาปังบุษก็เขาจะไปก่อบินจุยอ่ะมี顶到我就奇怪啦顶到我做 audio 嘅時間人起來講臭話講係咪唔講得冇錯啊แล้ว講做 video 嘅時我成日講未必係招人啊，梗係冇插啊，佢梗係講出嚟，梗係冇插，插。我就講咧，喂，mother 特別講嘅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你特別講。啊，對，即係諗住。我講已經看，而家我頂住我唔能夠看咧，因為講做咩事人講錯話嚟寫。嚇，是你成日講，你我記頭我講時我要做學人，拉薩入邊咧學見嘅即係人講話嘅環境啦，是上加如果你老朋友嗬。借到啲一位個別店位拍曲嘅時，你看你尷尬咋？所以你下面唔會使講嘅，你頭一條，另外一條就是講，咱到底亞洲嘅電視機啊，咁了看你咪是下面咪講，我想成日講，哎呀，別使講嘅啦，臭啊，成個啦，成個咱本來學嘅人無正常派人可能，哼，就是，係啦，成個是上班不冷靜。特別嚇，蘇本人，你講到個臭話啦，我有一個蘇本人嘅臭話嘅故事在處理嘅度。我朋友是，伊是我冇，伊是普通嘅少數呢。我朋友是伊大啲德國咧，然後伊條大德國都就講，伊個都是冇都冇咩拄到亞洲人，伊大啲金鳳鏡冇拄到亞洲人嘅。然後拄到本身假設本是中國人啦，對唔對？然後伊拄到有一個查某咯，因是。拄好啲上一間 restaurant 你食物件咧，拄到伊想講對方想講伊是台灣人，我就解講話咯，未講伊是邊個 Mandarin 就得。佢就講起嚟講唔是，我是馬來西亞人咧。哇！依個就你個就講，你馬來西亞度路用我邊領嘅，我咧本是邊領嘅，迄個就我邊領嘅。
知道頭一道對面就把你 first 5 minutes 就頭一道對面一隻爭了我比如講，究竟咩話咁樣咩話用插話嘅話，講估冇啦用插話咩啦，我比嗰度哦，抽自賣寶啦，師傅幾邊，我諗懷疑㗎。我爭咗表，究竟用邊啲學嘅話插話咩話？究竟。呢個梗係隻錢啊！以後就估無都在邊咧，嗱，究竟咩話？究竟。我嗰時有一個插話嘅故事，真係出名嘅。我人這邊啊，有一個花卉啦，有看到後白家迄款草泥馬。叫了。知啦。你我係乜梅話哥，即係啲華語按怎講？我就甲伊講我媽咪，這是草草泥馬。哇！你出面一個，然後我係看出來伊是歐洲人嚟，就係伊講 how can you curse in front of Chinese？ 我講冇 ，it's the name of our Can you repeat？ alpaca 是咩？草泥馬。冇啦 ，actually 唔是嘅，係羊咧嗬，呢一隻物件唔是叫做草泥馬，是以後中國嘅一個名做嘅一名變草泥馬去嘅，一隻名唔是草泥馬嚟嘅，一隻名是叫做羊駝，就一是一種嘅，就一是一種嘅禽獸嚟，正正或者禽獸，唔得最其實而伊咧就係禽獸嘅時候，特別係啦綁草泥馬上嚟字啊，哦，特別福建話。草泥馬，伊邊係咧，伊邊故事人草泥馬邊啊！我知咩事，我知咩事叫做草泥馬哦。你樣那是叫伊個羊駝嚇，叫羊駝嚟，咁福建話白白真係有多呢，叫咩做鬼子，有隻羊駝。我阿弟呢條伊唔知草泥馬係咩意思？草是 fuck 嘅意思。草泥馬是 fuck your mother。中國人錯話嚟，中國人講呢年樣叫做草泥馬，有時咁叫嘅，所以唔知住幾多嘢，呢隻羊嘅小英，係咯，講起隻羊是草泥馬嚟，係咯，真中國都自己本個亂咯。特別迄隻羊一般是普及面本啊，迄隻羊，本好潮本，都去看小英啊，呢邊就好潮啦講。只係本地俾海馬聽，別說無限聽，打開馬。馬就吸面。我真係講我去中國嘅時啊，伊人就係講緊咩話，叫我點啦，嚟點邊啊，係咩啦？我未曉啦，我冇聽啦，我冇做過行，我冇插伊啦。你人啊，實名話抄話咗，特別我唔知伊名話。我惡一句，因為你講嘅咁我唔知名，你冇隻隻名話頭面嘛，我都唔知。唉，出嚟㗎。草泥馬，梗叫你呢邊。呢邊就叫嘅，呢是草泥馬呢邊。我去 Google。白鴿。我有放啲嘢出入邊。有朵有駝。แล้วอีสังก็ลามาตา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ลามาไอ้ว่าไม่เอาปูนแล้วปากกากับลามาลามาเป็นการเจียมแล้วจริง related 啦 related ลามาเป็นการเจียมเดี่ยว好潮嘅真啦咱去走去蒲落去啊啦咱佢講緊等陣會看看佢會講下面個等陣別人咧這人冇講掉嘛係你冊面嘅我看住個有人買 Kindle 就是啦用電看電冊我啲阿韓冇看得這冊阿韓我看見那隻冊，我嗰啲寫過 fan fiction 添。係咪 fan fiction？ 幾多個？Game of Thrones。哇！Cod。我唔係講我係 Game of Thrones fan fiction 有 cult status 嘅。哇！
所以你冇個寫落去咧，你個寫落去個。我 Game of Thrones 咧，我寫未落是因為伊嘅氣甲我嘅 idea 走咧，我未曉搏，伊幫我比較執意啊。特別我講即係攤只隻類嘅咯，你盲幫了咯，你寫咧，不都是 financial freedom 嚟？一話就冇名咧 ，copyright 嘛。成家迄個 Fifty Shades of Grey 啊，伊話伊嘅名就掉啊！Fifty Shades of Grey 是 Twilight fan fiction 嚟，你知咯？我是啊，我知啊，但係人唔知，嗰集 end 會互食。我唔知，我唔知，我冇睇，呢個都係 fan fiction 嚟。啊哈，我唔知嘅。係咪？有時睇到個寫個 fan fiction 咧 ？fanfiction.net。Yes， OK。當今馬來西亞加咗是查某嘅。冇啊，18%是查某嘅。啊，是啊。Tapi當今馬來西亞 ban 嘅 website 了。真係真係 porn 嘅。哦，ban 嘅 website 嚟嘅。VPN。冇啦。VPN。有 VPN 咯。只那細係只那家嘅地方嚟 fanfiction。我未知。啊 ，sorry， 你 finish 你講。冇啦，你看嚟咯。我未知即個普及面勢，即係咧等我想下一名是一個頭加索當嚇，講下咯。一個頭。我講。啊，你講下你。你看潮，有早時有看冊讀冊，阮有。當今較濟是看 YouTube 日本嘅。study 嘛，看 YouTube 特別 study 㗎。當今看 comic 較濟啊，日本嘅。哦，漫畫，嗰隻看漫畫。漫畫。OK。了我唔知人知唔知我嘅中學嘅時啦，若是愛看迄種 like porn 嗬，是去 bringing more 俾。哦，個 like porn 嚟啊 ，like porn 就是成個嗰時 erotica 嚇喏。哈，對。OK。係咪3C 片啊？冇，看斜啊。erotica 啦，erotica。tapi 華語 erotica 是安怎？他摸我摸他。有啊，我讀寫啊，有寫誒，那你可以啦，你可以咧。你有影有興趣嘅話，有誒，你去，但是講有影有興趣啦。tt1069.com。TT1069.com， 特別迄個是較似，迄個是見招誒，迄個無喊誒，迄個感覺是見招誒。啊，我同你講，會使寫到真正水誒咯。哦。啊，唔是講你望我望伊爾，你別看伊只開門，行入來點聲，蝦米聲？外口河水一滴入來了，一切河山誒聲，跟住行入來，切卡咱靠門，會掉嗰種。我被打喊了。爭尖頭嘅聲。阿恆見人啊，阿恆。係 bitch 就係 bitch 就。佢哋啊，我寫 fan fiction 嘅時候，我愛寫專注，我愛寫迄個 porn chapter 嘅時候，好我係抹兩條啊。哎呦！你寫咩？我係寫。阿張兩條講。我覺得係真係笨嘅喎，因為我讀冊嘅時候，我係抹 ban 個日電話號碼 ban 鐵頭電腦嘛，我就冇俾佢寫啦嘛，我就寫喺一個冊裏邊咯。然後 so happen 就一啲我係放勁哦，我去袋咧一入來一敲掉死啊！被抓我自己可以垮掉。被抓我自己可以垮掉。哎呦，慘㗎啊！你冇講話搞，有影搞寫話係真好彈嘅咯。你特別你盲棒超就你特別寫落去真好彈嘅啊！
看我讀咧 master 嗰東西，我冇寫過一個字啊！我讀咧，我係 master 啲，我寫我 master 啲時候，我後面本冇寫啊！我寫我係 blog 嘅，正經嘅物件我冇寫啊，寫別咯。哦，正經嘅物件冇寫，誒冇 ，porn 是正經嘅物件嚟咩？是啊，你談到嘅 professional 咧 ，professional 咪正經咯。嗱，講學嘅話，我頭話咪寫晒 professional 啊。但係你等，喂嘛，我有時咱佢那裡 episode 講策劃，講策劃話題啦。我試試，我 because 我頭每成我細漢個段嚇，我係 upbringing 咪是真正較 conservative 淡薄，真特別乖乖嘅那個聽話，你可能你話爸母是真善人嘛？你真善人你咪使驚就出去做策劃咪先真冇面了，你真係等人個面嘴嘛？所以我就一個咧，先實做邊啲學健期時講到策劃是人講，哎呦少成日冇咩關係，你看那聽了，特別我是嗱實條講，你就是被留掉一個話啦，咁被保留一個學邊啲學健嘅話，咁咪是特別講。特別 censor 即係使鬧，佢哋未使鬧。咱特別用個料，咱愛講嘅邊啲學嘅話，所以人聽到嗰時就愛笑得一個筆誒，咱嘅邊啲學嘅話，一定使笑。所以咱咪變做我嘅 idea 就是講，但是咱做較放較開嗬，較 free 嚟講啊，較無呢，安尼鹹嚟講，較了人係咪鬼咪使講咯？就是安尼你有安啲。แล้วก็ว่าไปมือก็ทะเลสตองเนี่ยสตอ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ฉะ我是真是一個未讀冊人啊！耶，咁我想，我特兜位嘛，講哦，今日嚟讀咧，我也是就係細寫冊開咧，嗬，無夠3秒，你困啊，你成1、2、3也冊起來，我是困掉嘢。咁我想喎，你睇我就直兜啊，到底只日到車嗬，到底名稱嘅就請嚟啊嗬。ก็จะไปคิดถ้าเจอก็คุณก็แล้วจะคิดใช้กันแล้วเบลอกันแล้วบอกใจก็ทำมีไม่เกี่ยแต่เป็นเรื่องเพียงสีควาแฉเลยควาเสียวเลย我看อังกงอาแฉ係咪อังกงอาแฉ買咗時嗰陣時我這咪是問㗎咯。我冇看字本嘅，我只看ถามว่าว่าควาเลยว่าไม่ควา我搞得想成個你嘛ควาเลย老夫子小叮當咪ควา就是看咧兒童樂園特別冇啦，你小細漢你兒童樂園我係試到有啦。兒童樂園我就是講兒童樂園有食有誒這本冊嚇有啩這裡我冇講啊佢就先講咩？兒童樂園是唔是世界嘅？對，世界係嘅。我哋特別我講聽，我哋世界係咩？兒童樂園就是伊後尾一邊要袋，伊無想談 prices，咁樣要談你哋獎品咧。後尾哋世界一邊，特別就來了，就向後尾一邊先看，伊獎品就少嘅。兒童樂園有食嘅，你特別後尾接起啊，有一個假票嘛，叫做，哎呀唔知叫咩啊，伊字個咧話咁薄呢，咧變就冇食嘅，抓成日你就唔抓呢，薄薄嘅，糊糊嘅，咧啷暑假，但我講到斜啷個啷啷暑假 hardcover 還是 paperback， 嗰時候話福建話就講。定嘅，定配，定赤配，嗰是女赤配，定配嗰是女配，呢係定配嗰是女配，我覺定配，定配，特別女配嘅好嚴，定配嘅女配嘅有人拍車部，但定配嘅好少，部字嘅格仔哦，有未使開頭，未使字嘅。我唔係別使嘅，我請咗定配都擺啲嘅是較破款。是咯，就是定配嘅定配佢較未接嘛，伊個格只。你啲小小尺啦。我冇開嘅呢大，我開咁。
哦，佢淡薄呢，伊嘛數門人，所以介紹先，特別安尼佢淡薄，卡未使佢更加，卡特別佢淡薄都知係特別咧。你看，我 stay 下呢時啊，我買迄個大本嘅 Lord of the Rings 啊，互我讀噶，伊個角色是喙去啊，伊牙走起來嘅。誒，你使去走啦沙叫佢甜嘅啊，唔是走啦沙叫佢甜嘅，切。哦是啊。嚇。你話用 book stand 冇？我讀冊先我用 book stand 咯。我家己一人住嘛，我食飯時我愛讀冊，我係安尼款俾我讀。哇，好了。你等，我個看到伊後背邊啲福建嘅扎咁喺度，到底後背。哇！你目珠點樣嚟啊？誒，我目珠嚟時我未讀冊，是講我目珠點嚟嘅。我目珠點嚟，我做工，我當時我翕物件 video 物件，我特別成 scrutinize 我係鬼 frame 嘅嘛，我時看到正後面物件冇好事係，所以我看到嘅人就講，哎呦，你目珠梗係嚟呢，你後面看到靠住哇咩物件，走未過，誒，特別我亂讀冊安尼濟啦。你有拉薩掉，你若是講我係讀冊人，有可能我會被看電冊較濟，因為我拉薩我冊只定位喎，我有拉薩呢。但所以我當時網時去照冊，我拉薩講哦買少嘅，我照到 library 咯。啊，等我幫阿三拉薩問你阿三拉薩。我是 library 冊，若是講我真熟嘅迄個冊，我買。แล้ว我就是等下迄間咯，買了是收了，袂使看。哦，就是但我是要講有人是買定皮來收，買軟皮來看。特別係有隻衰，特別成 release 定皮成嘅嚇，你冇嚇。係啊，我冇買定皮。because แล้ว是愛看類嘅嘛。so 買แล้ว是迄個 collectors 啊。First edition 你ลุยขาย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ลูกบอลลูกก็ publish ลุย soft cover แต่ลุย cost ตัวเบลุยตัวเบขันเดียวให้เลยคุ้มจริงด้วยนะสิ我講聽下我新嘅來頂咗一邊，就看下山咯。咋頂過節開背呢？我小英我邊。我扎一個 shadow， 我會 adjust 所以會這樣。我未看我在我 studio set up 係攞去，邊啲福建Instagram 咪對，邊啲福建隨邊啲福建到啲 Instagram 咪對我哋啊。特別下用電嘅冊啊，有一個好事啊，讀冊免學累。咩免學累？你記要睇 torrent。喲，你看買死啊咯！你怪啦，咪是買寫冊啊？你再講無雷彈，你是 torrent 你冊嘛？冇啦，學生無雷，當其他類啦嘛買冊咯。特別你 local library，你到 Australia 嘛係啊？你 library 依單度學你 ebook 本咧，你咪去 torrent 咧。我嘅 library 嘅 ebook 啊，伊嘅 book 伊啲多落我都唔知啊，咪講。你咩Penang digital library 冇ทัน download 啲人game，OK？安怎去冊？安怎去 library？ 安怎講學嘅話是叫做冊館、圖書館啊？圖書館啊？圖書館，圖書館，書館，對，圖成個畫多一多嚇。圖書館啊！圖書館嗎？圖書館是圖書館啊！你去圖書館借冊啦，愛借你伊個電冊安怎借？借？一隻有 library 嘅 website 咩？好似 library website， 你計 download 落去，嚇，你係你嘅 library card 嘅 number， 一路去喺邊，去看 search， 你 catalog 有係咪 ebook？ 你安怎 download？有 software。What？ 你嘅圖書館裡面有家己嘅 app 嚇？伊有 like 隻 Kindle 嘅 app，like interface 啦 ，like Kindle or
iBooks in Face。哦，你直頭用 iBook 會 connect 去你嘅圖書館嘅 account 啊？哦，我唔知喎。你就去你嘅圖書館嘅 website 看啊，怎做？哦。特別以後你看，你like 你 download 啦，成假使講你使叫3禮拜是2禮拜，你只貴啊，你別看啊。嚇。唔會照咧，我時講冇咧。成個 Netflix 攞你 download 嚟 expire 咯。呢冊就我嗰啲讀 master 嘅時，我真係 report 啊，呢款 study 啊，有 DRM 嘅嘛，成個你照你看呀，你袂使照一禮拜2禮拜呀。我咧就 download 一個 software 解拍嘢 DRM 出來。你這個就歹到是叫，這個就歹死到。我哋點解學佢就掉呀？我嚟做啊！伊是真有類嘅啦，伊是嚟 doctor 啦，伊有個嚟 clinic 咗，所以伊唔是無類嘅。特別伊是睇款啦，我是去 library， 特別伊是去 Kindle 啦，唔知伊安怎伊轉伊嘅伊嘅電腦啊，然後伊唔知10年啊，伊達到看伊 check 啦是 free 嘅。特別 Kindle 係check 版語哦，就是我撳俾。對，伊做你辦嘢嚟講，你變做你免那坎坷去找辦法去食。對，伊想法點樣？伊講啦，伊嗰時上個話你看啦，伊若是暑假伊買來燒啦，咧伊講啊，若是阿你人啊 ，OK， 伊看到哈利路亞，伊講有陣時隻冊啊，你讀了講，哎呀，這個冊安尼抄，安尼無一過。你講若是講正，伊感覺迄個冊是好啊，迄個人啊，寫了呀，應該趁錢啊，伊就去買哦。伊是安呀。係啊。上個 Salman Rushdie 先嚟冊啊，就是伊直叫人係講 ramble，我買呢本冊做咩？我做咩事先？聽伊成個講話，你看，或者你看咯，對啦，明白啦。特別你唔使 trial run， I mean 你唔使讀幾遍啫咩？你係啊，我普及㗎啦，係 ，sorry。特別啲後尾較臭，啲頭頂較好看喎，後尾唔好看。寫個描寫咧。讓我讀過啲怎講下？行路嘅。圖書館咯，我俾人講下，望叫咩嚇？唔知，我唔係講其他國家有冇啦。蘇唔是講 van 咯，蘇咧嗬，我到底蘇嘛？伊個 MRT 裏邊有圖書館嘅，唔是 station 咗 ，MRT 裏邊嗰度。開車嚟。就是伊開門啦，我都直接借了嘅時候，有個 coach 啦，是有圖書館嘅，所以你係限制啲車裏邊。你啲車裏邊你使記下你車啦，借到嚟看。你有嘢你愛做嘅話咧，自己 scan barcode 搞掂數。哦，嚇！你按咗係嘅。你MRT station 有咧 ，MRT station 咧有 locker room 好你停車，你 scan 到啲嘢你過嘅。像個 drop box 咁樣。面對有時就過嚟，有時就過嚟人去看車，人過嚟政府。哇，爽嚟做啲嘢。好咯。我同你講，點咪你先未驚咯，咱嘅車冇跌嘅啦嘢。係咯，好啊，頭㗎你。咱就冇假事嘅，人係好錄用嘅 facility 啊，咱是 cannot have good things 就 cannot have nice things 咯。我人這邊講嘅人係啲伊人嘅厝嗰邊啊，伊一個像一個little library。呀，你看了你興，我特我買了嘅冊啊。我都唔驚去下邊，我去嗰啲我看到你冊，我暑假我本驚，嚇。伊是你個人 concept 嚟咋，嚟出嚟，記住你只個識經嘅潮，伊有隻妹，伊妹你看到嚟記咧，只個行眼咧，佢也看嚇。你特別暑假看冊社會個做掉咯，咱你些社會咱就冇愛看冊。你講看冊，代表唔講個確本嘢。我講錯啊！我帶你轉嚟啲，我冇事做，我嘛是去你轉嘅library，伊個冊個老是假，伊係我條，了個你正個，你愛去 island 樣樣，我嘛是想講去行你冊來看，island 有啥物物件，嚇咯。伊
伊甲了锁门嘅，你就要也鎖匙啊！了我嘛是寫一個 comment 去解講咯。你一個 library 學安尼大安尼爽一個，你教伊甲了陪甲了，特別你冊你驚人偷睇啊！你鎖你冊安尼鎖嚟，了你去解嘅鎖匙是唔了人。是咯。我是感覺伊是做款嘅，伊唔是真正愛互你，伊唔是真正互你 enjoy 是講咩？享受。伊唔是愛互你享受，伊是愛做款，成個伊真爽嘅款嘅，實在是。借到落嚟。I think 伊 cruise line 是唔知是 which 我未記得一個 cruise line 唔知是 Norwegian 還是 Princess dot。Norwegian 但係 high class 喎。做水呢？呀，特別唔是甲了船是安尼款啦 ，because 我捌去過迄個上個 cruise line 呢，特別是另外一隻船，伊有影有冊，就是 that's why 我去看了伊有冊，我是好看啦，了看了嘛興到對咯，了我就是去咧第二島嘅時，上 cruise line 我去嘅時，伊就是假啊。伊假夾出來嚇，佢嘅係冇 cereal 嘅，伊係倒。我奇怪，安怎有你鎖有你無鎖？然後我 OK 我去看你無鎖，你無鎖一開出來是 cardboard 嚟成啊，人嘅迄個牙絲啊，人係假電視機假嘅冊啊，你只看成真正水咗，特別你只開來是你只夾出來是 cardboard 嚟，紙包包。夾包。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最主要冇講到佢直接俾播長講冊物件，我差唔多俾我咁整啊。我係講下你轉嘅冊。嚇嚟。都係叫下古一個係你轉有。Logos Hub。Logos Hub。Logos。Logos 係轉。你使去買冊？呀，我捌去。多邊咧？你講話我唔知喎。這是 after 年代啊！呀。伊無特特年來，是啊，真濟人話你咁半驚，真艱苦買冊嘛。แล้ว這個 organisation 啊，我去是 because I support 這個議會和別人看冊咯。所以伊個冊啊，伊裏邊伊冊是4年都睇。แล้ว伊轉啊，伊去啥？伊直轉，伊是專門愛去啥？得我哋有啊，人家艱苦買，艱苦。因為可能機會讀冊啦。แล้ว伊是即個機會，互你去看買了伊個冊內邊，所以我人去是 because 早我人細漢時啊，唔是講特別嘅位啊有圖書館嘛，了貴嘛，有個人買起，所以我就是叫我人去買 ，because 我人愛去睇你類咯。明白，所以睇到嘅類時間嚟鬥下手，係你冇機會讀冊人睇。organization 是伊是 almost 像個 non-charity， 是像 charitable 啊，嗰種。OK。誒，係 Christian 嘅 organisation 嚟。是啊。伊叫咩名？我別。伊段是叫 Doulos DOULOS 啊。呀，特別 company 是叫 Lagos 係啥名？呀。伊個來檳城嘅late 90s 嘅時呀，我去，伊有寫到外口講穆斯林未使接。because 要紅教冊數，要 Bible 嘅數都啲嘢轉，嚟路攤俾 Bible 啦，所以穆斯林未使接。但係前日爽 is like 我見到佢啊 check 個了 ，like unique experience 啦。嗰啲去轉啊 ，is like 個轉嚟咯。出面本來你 idea 你，一做成個成個變嚟學嘅啦，一做好留咗啊嚇，留落嚟啊，是咪變thành講學嘅話看啊，一時候你成個留落去上去轉咧，就變做成課程看咯。路攤俾錢，我俾是半落半嘅 ，you know。But I mean the experience is fun 啦 ，you know。我把看到我係小影呢，我整條小影啊，我係到底係咧，本來我係俾按教影嘅小影啦，然後伊嘅頂面是寫做長書閣，長書閣啥意思？係咪意思？小車嗰隻咯，小車樓咯。我都看。哎呀，撲劍啊！哎呦，等陣。
喲，等陣我講 Pokemon Siri answer 我喎，講 Good morning，你講 Good morning，OK， 我 iPad， OK， 我諗看一個，嗱，你看掉啫，看咩？哦，表達。仓鼠格，仓鼠格，格什麼意思啊？格是咧。房間咯，即係較大嘅房間，較大嘅房間。你人邊頂嗰啲60樓，唔是有一間嗰啲餐館啊？嗰啲菜館。歡咩嘅咩？歡中嘅。歡中嘅。歡中嘅嗰啲歡中過，歡中嘅，歡中過啊，過啊。我唔知喎，歡中嘅。歡中嘅叫咩啊？嘅是個啊，嘅嘛，特別唔是迄個嘅啊。新疆嘅人啊，新疆嘅人了啊。我被再看浪，哎呦，安怎我 iPad 冚去 ？OK， 我被再看浪冇幾個時講啊，現在差唔多幾個。小動物。有，是啊 ，OK， 大家看大啊。所當真係幾個數，所當我負責講一句，我是幾有關係。我負責講一句，我是幾有關係。我把那個小氣掉。OK， 當見來我被開起來，我一個我嘅介紹讓你邊啲學嘅人聽咗個了，唔知有走去啊冇啦。OK， 當見就是人介紹人嘅新招來參加咯，就是阿三laksa 話感謝，แล้วก็Pookie Beans ซอตองกา哎呀，知等又未記開浪嘅，係嚇 Pookie Bean 不阿三laksa 啦。ซอตองกายาผักขาวแล้วต่อมาเจ้าขี้บ่เจ้าขี้ก็คำแล้วโลคา193我名等我就話โลคา194โลคา194我講到一尺喎伊是學台灣話嘅人啊，伊見咩過後啊，伊應該變人強去啊。袂喎，我是袂啦，我八十人我也無學到變人嘅強啦。我唔係講路了，我講條路我就激氣啊咋？路就激氣，你個開喙咋？人講你俾人開喙咋？只要是加工嘛，就加工嘛。豆哥，好難講。豆哥，你見啊，我時間就好啦喂。豆哥冇想，豆哥是以為你學講一講嘅學緊話嘛，你只見啲學掉台灣話時候，你聽邊啲學緊咧，就變咗外語，變咗邊啲學緊嘅外語。誒，你學對嚟話，你自己講嘅話是冇像嘅，你是屌咧嘛，豆嘅。是啦，我講講話有淡薄變靚橋啊，淡薄呀，但邊啊我講我係媽講話無安尼款講嘅咧，真係無像嘅咧。你講未聽？教你媽講是。係啦，講未聽。我係 KL 參吉打橋啊。哦。吉打橋是變靚橋係嘛？無安尼準嘛 ？apparently 你就係嘢，冇啦，你影響到你淡薄調照橋。加功夫橋參，因為我是 KL 人。我聽劇話聽咧，成日調照噶劇話嗬，那時咧，你會曉福建話，你會曉Mandarin 啊，加廣府話，你 naturally 會曉嘅。我劇話本未曉聽啊，我一擺去中國啊，有一個 tour 嘅 friend 啊。伊人講劇話，講做咩同我明嘅？你係咪話我係咪講劇話咯？哦，我記晒咯。但係要參掉，明。特別都會用到一字啦，有啲字就清茶，就奧利度啊。你記下咩？你俾記下咩字嚟講奧利度？係咪奧利度是咩？奧利度是老西啊。就是老西。奧利度啊。我呢度嘅嘛，你就有嚟字啊講白行卡卡我係成日講咩啊我落水啊有㗎，蠢地落水毛邊，是毛邊我知。
我曉一粒字了，有冇是劇人？我會曉講一句了，捱吃阿閒，捱唔係客家妹。唔是。我想識啊！我是阿漢，我唔是客家人，是唔是？啊，對。劇人啊。我俾學人講 guess 佢，學嘅我係劇話。然後講就句內當學人講猜佢。你講白字咧，使做一出講得講劇話哦。เราเกาแค่แล้วเราอูกันเลยจีรังเราต้องแค่ว่า我講 by the way 迄個普吉邊裏邊有一條是你講嘅是咩話咧嚇？客頭迄個是係新年話。可以。你係普吉亮啊？海生。一直是會講嘅係。反言啊？係咪？其實在山，我發現到講，伊是 mix of 客家噶，係 Cantonese 劇話噶廣府話。而家先年人 ，I think 怪像啦，怪像。不吉亮啊！不吉亮。你使不吉亮，會使講你不吉亮，會使不吉水未使啊？你講涼 ，anyway，OK， 但我嗰陣我冇看到你 chat room 裏面講Sundoku The Art of Buying Book 啊，對咯，佢哋是日本字嘅，咪是 book holder 咯 ，book holding。The Art of Buying Books and Never Reading Them。嗱，我即係卡隻閃牌，學卡隻閃。啊。OK， 你睇佢喺本冊啊。然後呢個是特別係你只你順到古啦，咪是未看到，人哋一特別讀一冊啊，一個條。伊那是不類似。別啊無讀，咪是唔知講入面講咩。一定要聽 podcast 咯。嚇，特別聽 podcast。但係聽 podcast 就學咗。即 ebook。冇唔是迄個audiobook，誒，我俾講 audiobook 啦，學講完就講，那個 ebook 是電車啦，係 Amazon。電車嚇？聲車咯，聲車。OK， 聲車。OK， 好。咱就是安尼看咯，是咱學緊話嚇，即係人啊，無家己用咱學緊嘅字嚟講，咱家己變出來本好嚇，變做無人講哦。咱變咧學緊嘅即係podcast是咱家己嘅嘛，咱家己做頭嘅，咱愛講咪字咪話咩使。OK， 感謝講就先。咱哋講咪特別嘅，比講佢先招就是也客頭所當364加194。low 卡194。誒，我每日low卡，只能佢就得我去鋪攞啫，我去香港啫，low 卡嚟每日啫，low 卡，我咪每日你聽幾集㗎啦，你開你 camera 啫，咱冇空嘅啫，你聽淡仔幾當多點鐘拍曲啊，你會聽會明白哦，你聽咧會知話人講下面幾%，你聽咧會明白。可能70%。70%，哇，未歹啊！未歹啊！你有你聽到蝦米字，成日講你聽，唔捌聽過哦，同我人講，特別如果知你阿家猜到伊意思。唔捌聽過，攏袂記啊。啊，敢若唔捌聽過就敢若袂記咧。聽台灣佢袂記了。啊，你你家己講啦，你家己。你家己講誒話，你本身家己話是講咩話咧？講廣府話。廣府話。啊，廣府話了，你有讀即個咩大你叫咩啊 ？Mandarin。華語嘛有。華語啦 ，OK。了，特別是用廣府話讀人車。哦，用廣府話讀人車，呢時對等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天主。我愛去睡覺，睡得很甜。睡覺。我咪食水餃妹，我咪食水餃。我叫別做那個咩物件？看不明白。什麼東西？誒，你嘅冷男不要講廣話咩？不要講廣府話咩？我講話菜喎。誒，即係八九即係 local 佢哋 camera 啫。然後
一小管咧同埋看唔到佢度混。แล้วรู้聽會到70%啊，แล้วรู้不成日講我人講話是上快聽唔咪到，啊是你對咩對到啦？我人講話阿格是猜哈。แล้วรู้聽到當然學到，即係你話你個頭一擺來呢嚇，你話聽過邊啲學嘅呢節目嘅？敢若聽過講福建話運動嘅。哦，迄邊呢？我就是要再講，你學就成日講，敢若是檳城嘅福建話嘅字哦。我對下面。哦，特別我同你講，哇！你咧人哋學講福建話運動啊，你 video 錄音講福建話，近了是話講嘅嘛。係了，放棄去咧啊！靠就講咩？就有人去算講，哎呀，只叫講福建話就無正嘅，佢講八度，佢講特別。係了，我就用咗啲家己嘅身份，我冇用佢哋 campaign 嘅錄音，我有家己錄音，我講話。因為伊講嘅是檳城福建話嚟嘛，我就會答到對人。你講往時檳城福建話，安怎過來人算話講，哎呀，人講特別，講八度，講特別，無來無正。其實有隻字檳城嘅福建人啊，本是想講人袂保留，人嘅福建話，伊特別用較成個中國安尼轉嘅，較是。你睇唔對嘅咯，特別人是家己險家己，人是家己險家己。你正，我講，我不知要做一集要講新加坡啦。啊！我被講過，隔兩物件新加坡嘅物件 ，yes， 真誠。係咪啦？係。我講伊是新加坡人咩？伊是新加坡人咩？還是伊是林？裝是新加坡人，裝。嗰隻叫。八九集。哦，嚇對，我是八九。是八九。我媽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我講新加坡好嘅一部係咩？新加坡嘅人係伊樣無成日講。唔是講隔了啦，我是看到咱 generally speaking 啊，即係人成日講咱嘅基本啦，你唔捌去看咧邊人 promote 基本，自個新加坡 promote 基本，變咗基本，變咗即個世界變咗新加坡嘅物件係啊，所以伊人無想講，尤其是咱嘅本地嘅文化，伊個風俗係咪隔了啊？伊人會變咗成個較變咗做可以popular，做可以出名係啊，你樣特別。embrace yang buka kiburasa 歹勢咋？那真濟人本地人、檳城馬來西亞人有感覺就講，那是當人啊，哇！會互人知講我有讀冊，我特別講 English 啊，我特別講華語啊，講華語啊，啊無係哦，要講別行嘅話，特別講功夫話，較好聽，香港人啊，較有面嘛，香港明星，啊，其實人福建話無講啦。那當今咪是死嘅了咯，係啦。咁新加坡人會聲就係新嘅字，可能叫學咯，就是因為人家講嘛，哇老誒，係咪？咁啦西，咁咧新加坡人講嘅唔係。是咯，哇老。同見新加坡人較。你冇成個就人特別嚇。新加坡人講嘅寫是蝦米意思？哇，上交話嚟啦。等陣，未使講冚底啊！或者講新加坡話第時嘅嚟講，就對，攞咪揾做 closing 就估啊，喂 closing 估咧 close 700刀啊！等陣我講，感謝 ，OK， 呢個大媽講成交咯，即係老卡咯。แล้วโลคายาคักแถวก้องกับจิบตาวสำลักซากะสอตองแล้วก็อุเหล่าเจียวอาหารคาเชียศิลปัวแกมจีซีบักเกาหาวเตี้ยวอาหลงเต่าแก่ออตีตู้กาก็เอ็งก๊อกเตียงอุจังเจ้าเหี่ยวหาบัว知啊，古靈知，卡薩線呢？卡薩線呢？卡薩線唔講啊，講咩？卡薩線 OK，拜拜。OK， 拜拜，哥，要聽呢排覺得咧，小聽無成日話地 OK， 感謝，拜拜。哎呀，被擊砍，等陣。要 subscribe 一定係下面咧。哦，我 actually intended 我被講 YouTube 未結講YouTube 嘅會呢嚇，到底
台灣未見過 YouTube 嘅人咧，若是頂一禮拜都冇聽到 episode 咧，就這邊要聽，但係這邊是格格愛，這邊隻手邊咧第一個 subscribe 我做現場錄音咪是對同條路第一集正，一對叮嘅都講講做啊，冰，OK bye。subscribe like 加訂